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22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局势不安，各地拢继续在示威抗议。外交部甲华航昨有派一架无人机飞去缅甸，协助咱的台商甲侨胞撤离。昨晚暗仔飞转来桃园机场，飞机顶有载82个旅客，严格内底有28个人无法度即时提供3天内体检阴性的报告。疫情指挥中心是考虑讲，即摆是紧急状况，所以有放令，严格这人入境了后，爱随自费去做体检。缅甸反政变示威活动继续，示威中第一遍因为头着枪牺牲的20岁少女对凯，2月举行丧礼，真多民众来向伊致意。国际社会也谴责缅甸军方，当地政局无稳定，咱外交部甲华航排定班次。2月自台北飞阳光救援的班机，协助当地台商甲侨胞撤离。第一班华航 CI7916航班2月尾暗飞转来桃园机场。本来这边要接待民众有50位，不过桃园国境单位证实，飞机顶的乘客有82位，本国籍49位，其他是外籍移工。因为缅甸不是特别高风险地区，所以比较一般旅客正常入境。不过指挥中心讲，有28个人无法度摕到上飞机进行3天内阴性报告。我们都没有办法检验。我们理论上回来之前要检验嘛，然后现在都没检验就回来。因为他罢工了，因为整个缅甸的医护人员、公务人员、银行人员全部都罢工了。他就是以不合作的态度来那个对付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目前那边的状况怎么样？状况很乱哦。民众讲会当转来真好，也有人讲因家己住迄个所在无媒体报道的遮尔严重，也若无摕到阴性报告的28位民众，伫入境了会安排家己开钱采检。除了2月的航班，华航伫3月14甲28，也有2个班次协助旅客转来台湾。接下来会看市场的需求甲疫情的状况调整航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早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嘉义到军林这段发生重大车祸，21台车拢做伙，现场是密密麻麻，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有人讲当时大亡，有人讲是因为无保持安全距离，才拢会做检讨。消防队用破坏器材，要甲因为车祸拢甲变形的车经互开，甲受困伫车内底的民众救出来。不过尾手发现民众已经明显死亡。2早起7点外，在61线西滨快速公路上方255公里的所在，发生21架车拢做一伙的连环车祸。因为地点伫咧云林甲嘉义的交界，加上受伤甲死亡的人数多，2个县市的消防队拢赶紧来救人。有2名受困于车内，同时动两立即指示现场利用破坏器材将其2名伤患救出车祸的现场包括沙石车、大货车甲轿车等等，拢总21架车连续弄做伙。几啊架车严重变形，目前造成2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有驾驶讲，哪像是上头前的驾驶车先去轰弄着，后壁的车无注意被负打动才会发生严重的车祸。撞完瓦斯车之后，他们2个就是有下车理论，就是说为什么要雾这么大，还开这么快要撞他？另外，有几啊个民众讲，迄当阵迄个路段大忙，为行车记录器会当看到能见度真歹。有人原本车已经冻点所以要是去互后壁的车弄着。那时候起雾都看不到哦，那雾蛮大就对了。OK， 能见度很低我跟你讲，能见度差不多车头，村安尼车头安尼。车头安尼尔。头安尼。警方表示，若车祸的原因，还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亲像甲大雾有关系。最近中南部早起到大雾影响能见度，若是赛车拄着大雾，建议爱开闪黄灯甲雾灯。道安会嘛提醒讲，若拄着大雾爱驶较慢的减速，保持距离较安全。在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嘉义云林交界所在发生车辆连环小龙的重大事故，敢若是大雾视线不良，而且无保持安全距离所造成的。详细事故原因也有待警方调查。不过，当民众开车拄到大雾大雨视线不良时阵，应该安怎做才较安全呢？
双黄灯的原因就是我要让后方的人马上知道说，我现在车子在行驶中我变慢了，可能我的车子有故障，让你离我远一点。而后雾灯是因为它灯光一亮的时候，你会知道前面有车，你可能就会跟着放慢。车速减速闪黄灯警示，即个用雾灯来辅助车行业者讲，安能看较清楚。要后壁开车的人提高警觉。道安会也强调爱保持安全的距离。举一个例来讲，时速90，小车至少维持车速一半，也就是45公尺；大车是时速减20，场至少爱保持70公尺。更加提醒开车人免凊彩的超车、变换车道，才有法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平常即便在视距良好的状况之下，就是要保持安全间距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安全间距，插队把它插进去，会让后方车措手不及。大雾看无啥清楚，较引发交通意外。而故宫桥在五羊高架甲南口这定定起雾路段拢装设侦测器，即要头前能见度在300公尺以下就会警示，提醒慢慢开。并没有去规范说365天你有多少天有浓雾就一定要装浓雾侦测器，就人热交替的时候偶尔才会发生的，这个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设置。高公桥表示，照过往的经验，秋冬有大雾强风的路段，才会装设侦测器来提醒。若是用路人也是讲无段有人反映，也观察是毋是有装置的必要。而气象局预报，所来这几天中南部外岛较有局部雾，也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开车人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早暗较凉。早起上低温出现伫苗栗7.3度，咱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多云较好天，日时高温有29度，毋过日时暗时温差真大。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早暗较寒。气象局有针对新北9个县市早起发布低温特报，早起上低温出现伫苗栗7.3度。明仔载因为南边的水汽会起来，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恒春半岛会落雨。若元宵到228个纪念日，有一撮方面会到位，咱台湾附近的水汽就会变高。伫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会加悬，伫迄天的连续假期，温度嘛会下降。这几天西半部空气品质拢无啥好，毋是感觉色的提醒，就是红色的警示。若拜四进前，西半部云较低，嘛高大雾，塞车爱细致。礼拜台北是侪云有日头的好天气，日时的温度嘛比前一天更加悬。拜一上班日嘛是维持差不多的天气。气象局暗算这2天高温有25度，不过透早甲暗时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局部地区可能会落90度，日时到暗时的温差会有15度。苗栗以北那基隆跟台北市没有，云嘉南地区这几个地方发布了这个低温的灯号去做提醒，可能有些部分的区域呢，还是会有一些相对的低温，接近10度这样子的温度出现。白天高温各地其实大致上都可以来到25度到27度，甚至更高这样的情形。日夜的温差部分呢，比较极端的地方，甚至有超过15度这样子的温差变化出现哦。虽然这2天的天气真好，但是煞无好空气。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偏东风的环境之下，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无好。气象专家贾先生指出，主要是因为境内污染物，中部地区各有金门空气品质会到感觉是警示，甚至是红色。受到天气形态非常稳定的一个偏东风的影响所以大气是很稳定，所以我们自己排放的污染物就不容易被扩散出去。这个是一般中南部来讲的话，最容易出现严重本地型空气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气形态特征之一。气象局嘛表示，这几天的中南部各有外岛大气条件能见度增加，会有低云甲雾出现的几率。虽然无达到大雾的标准，但是有空气污染的关系，能见度有蒙蒙看袂清的情形。另外，28连假温度变化无大，各有轻度风台杜鹃，因为目前伊伫菲律宾东南方海面，距离台湾超过1500公里，对天气无直接影响。记者郭彩等进行台北报道。另外一站中南部欠水，曾文水库的蓄水量剩1.5%。有民众就发现讲，曾文水库大窟窟，若湖底钻一空一空的凹凹，上大空的超过2公尺，看起来袂输月球的表面。2.3米。用笑让涂骹即个窟来寸笑。曾文水库因为考环欠水，致使湖底大气规个看现现，结果煞看到一个一个大大细细的窟啊。有的较大空的，甚至超过2公尺宽，这个情形是真罕见。曾文水库它
从蓄水到现在已经逾50年了哈。那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才发现的，是不是清淤的积聚所造成的，还是本身这个水库底下的这个暗流漩涡形成的？这个我们还有待来参考。一个一个窟啊，看起来袂输是月球同款，互乡长甲游客看落都感觉真深色。有民众推论，可能是当地淹过捌有泉水，嘛有人认为可能是暗流造成的。不过水利署南水局解说讲，这个窟啊，拢不是自然形成的。上游侧它那边的颗粒比较大，那我们为了增加我们清淤的量，我们就是用抓斗，就像一般我们那个怪手的那个斗子下去那个水中去抓，等水退了之后，就会自然留下一些坑洞。水头的所在，用怪手挖这个彻底的土。若若水库较洼大坝的所在，这个彻底的弄土水分较高，都用鱼船甲这个鹿瓜糜抽去水尾。不过，这个原底伫咧水底的坑，即马全部拢走出来，嘛显示南部的水情严重。南水局阁一个提醒民众，要做伙省水，渡过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高中以下甲真侪大学今仔日开学，若技术型高中高职对高二下学期开始，有新设2学分到6学分的必修课程专题实作，结合已经学到的物件去做专题，才去参加比赛。这嘛是新课纲实施了后头一摆开设这款的课程，因为增加老师的负担，所以有一寡老师头壳冇得烧。来看自由时报。劳动部统计讲，最近5天，大专的毕业学生出社会找头路，正式专职的工课，薪水是以金融保险险业平均4万7上悬，若饭店餐饮业平均是3万桶上低。博士毕业上好找头路，平均是免1个半月就使找到工课。伫2019年的大专毕业生有8成是伫6都找头路，若伫湘北就有4成2。中国时报，咱来看比特币甲以太币各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路透社报道，比特币的总市值是超过1.7兆美金。中央银行特别伫面册写文章，要提醒投资人，要投资比特币要有心理准备，起落的波动真大，甚至未来有可能会博甲无值钱。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伫咱台湾有验出3例伫巴西的变种病毒。为着要阻挡疫情，入来台湾对2月24饭店开始，14天内要去过巴西的旅客到台湾要集中检疫。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上紧伫这礼拜头一批 AZ 的预防车20万吨就会送到台湾。巴西新冠肺炎的疫情要持续炭烧。变种病毒的出现，嘛，互巴西这一礼拜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排全球第2。虽然国内日已无新增加确诊的病例，不过指挥中心宣布，顶一日3个台湾籍的个案，也就是暗号903、904、甲906，经过实验室的确认，是巴西变种病毒株的感染者。所以为24饭店开始，只要14天内要去巴西旅游的民众，会比较为英国、南非、史瓦蒂尼入境。或者是14天内有拄则讲的国家旅游史的人入境了后，拢爱带集中检疫所甲做采检。它传播力一定会比较强。那最主要是因为对这些病疫株以前有确诊、有感染过的，相对的这抵抗力就比较弱。若国内上紧这礼拜就会当摕到头一批20万剂的 AZ 疫苗，3月份就会当开始做。即马全国几啊间病院开始调查医护人员做疫苗的意愿。不过部分的医护人员是较想要做辉瑞，也有莫德纳的疫苗。比较多的负面新闻的存在，会看到未来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医护施打的这个有点迟疑会出现啊，可以预期。那当然，如果一开始买到的是进来的是莫德纳疫苗，我想这个情形就会改善许多。AZ 疫苗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一切是以科学为优先的哈。那我们会密切注意相关听看之后的一些结果到底怎么样。陈时中表示 ，AZ 疫苗确实有部分的国家传出对65岁以上的人有不良的反应，对南非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无明确。未强制大家就一定爱做 AZ 疫苗。因为台湾做疫苗的比率一向拢真悬，咱国的专家有经验来研判，对欧洲传出不良反应的事件，嘛会持续监测相关的数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4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942例。中国嘅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已经超过4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嘅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800万例，印度甲巴西嘛已经超过1000万例。欧洲嘅国家英国超过41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59万例。镜头来洛西亚，伫俄罗斯是发现全世界头一批有7个人去挖到 H5N8 高病原禽流感的病例，已经赶紧通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并无证据会显示讲会人喂互人。俄罗斯南部一间家禽饲养场发现7位员工验出感染 H5N8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这是人类身躯顶第一遍发现这种高度致病的病毒。当局已经通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这款员工身体拢已经好啊。这座饲养场去年12月也爆发新冠禽流感。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лабораторн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 первый случай инфициров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вирусом гриппа А, гриппа птиц AH5N8. Учеными Центра «Вектор» выделен 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данного гриппа птиц у 7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птицефабрики. На юг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болевание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стро. 当局讲，目前 H5N8 禽流感病毒株并无人传染予人的证据。H5N8 最近几个月已经伫咧俄罗斯、欧洲、中国、中东甲北非发生疫情，严格拢是家禽感染。目前已经知影一个月传染予人的其他禽流感病毒株，分别是 H5N1、H7N9 甲 H9N2。Заражение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только от животного к человеку. Передача вируса от человека к человеку не детектирована. И данное инфицирование оно не приводит к серьезному заболеванию. Вирусы высокопатогенного гриппа птиц это вирусы, которых очень высокая частота летальных исходов. 俄罗斯国家病毒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已经开始检验试剂，也有预防性的研发。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讲法，并不是所有禽流感病毒拢会伫咧人类身躯顶造成疾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伊克拉北部的大城市摩苏尔是一座充满历史的古城，严格古迹受战争的迫害，重建3档外也未重建好势。即马当地有志工发起计划，要靠人民的力量，望早一天会当完成。古城的店头嘛已经在整修，准备要做生意。工人正无闲出入入。伫咧挂摩苏尔当地特产大理石，为整修这间店面，透过志工发动的重建计划，阿布杜拉伫咧旧城区的店面，经过建会吞下了，有可能重新开店。هذه المبادرة رجعت الأمل والنفوس إلى عوائلنا وإلى المنطقة فبدأ العمل والإعمار。为了要量早予摩苏尔恢复原貌。当地志工发动一项名叫做"可以变做国家水"的重建计划，由100位工程师、医护人员、大学生甲工人组成。2017年，摩苏尔自伊斯兰国手中解放了就成立。今年1月中，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支持，开始针对摩苏尔旧城区西边的商业中心开始重建，希望在3个月内会当整修70间店面。业者只要证明2014年伊斯兰国占领前就有店面。并且签约，讲伫整修好了会继续营运就重建的资格。خطوة إيجابية وتفتح وتضحي، أنا بالشهر مرات يمكن ما يجيني زبون ما أستفتح، بس عجبني خطوة إيجابية مع المنظمة اليوم وعدناهم إنه راح نفتح。伫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边360多公里的摩苏尔，北互波斯、马其顿甲阿拉伯帝国征服，是历史正久的古城。2014年，激情组织伊斯兰国占领后，大肆破坏城内文化遗产。伊拉克政府2016年开始反攻，由美军配合空袭，经过1年的战斗，2017年甲摩苏尔收台，不过当地建筑物拢已经被破坏。对联合国的空拍画面，会当看到摩苏尔经过战毁了，情形真凄惨。伫战后，当地也有真侪地雷，估计也怪10年才有法度完全拢清理掉。
这项重建计划伫咧过去3年外，已经伫咧摩苏尔、古城加西摩苏尔帮助140间店重新营业，也重建55间厝，希望搁再努力，让摩苏尔彻底摆脱战火阴影，重新站起来。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那美国南部一礼拜受暴风雪影响，创下30冬来上悬纪录。东在区德州即阵温度有回升，电嘛已经豆豆开复，淹过水道水也未通。这场暴风雪嘛造成70个人过往，德州的经济损失达到美金500亿。美国德州遭到强烈北极冷气团冰封最降了后，20种出日头啊，气温回升到10度左右，全境发电厂也开始正常来运转。不过因为供电系统受到损害，也受将近8万户停电。真高的低温造成水管拢破去，好伫254个郡有160个面临停水的困境。因为拢无水通用，有人实在想无步啊，就直接加水装伫鼎内底，放伫加速炉顶面主棍来用。伫东京发放管仔水的所在，因看到真侪车排队要等来领水。Without water and without like electricity and all that, it's just bad, man. It's just it's just bad. 德州、奥克拉荷马甲路易斯安那3州拢进入紧急的状态。总统拜登宣布，德州遭遇重大的灾难，动员联邦的资源协助地方政府救灾。民主党的纽约州众议员寇蒂兹20摕到募集的320万块美金善款，造访休斯顿的事务军行。We hit $3.2 million in assistance for Texans across the state just last night. And I think this shows that New York stands with you, but the whole country stands with you. 德州是美国人口第2大州，是能源石化汽车制造业的重镇，更加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中心。暴风雪停电4-5天，3星温蒂波设伫当地晶圆厂全部停工，互全球晶片欠缺的情况是更加恶化。这场天灾唔但互德州造成5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的绩效。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抑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疫情严重，美国的医疗专家福奇是表示讲，就算美国放零防疫措施，也毋过尚无到2021年进前，民众也是爱挂喙罨较妥当。来关心奈及利亚军方一架小型的飞行机不幸摔落来，落伫首都阿布扎机场附近，飞行机顶7个人全拢过身。来关心缅甸反政变的示威也在进行，军方昨昏恐吓示威者，若准继续伫仰光发动大规模的抗议，可能会无命。今年的228纪念日，台北市政府甲台湾国家人民规划要伫台北的228公园举办纪念活动，有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发表演说，也毋过这是引起人权律师批评无妥当，望马英九家己提示。228事件到要74周年，蔡水县舞蹈研究社甲台南用基金会模仿1987年陈永兴医师、李胜雄律师甲台南用发起的228公益和平运动。招人民做伙行去行路，提醒执政当局面对历史的责任，包括台语文社等等差不多50个民间团体来响应。记忆过去不是为了斗争跟清算，记忆过去是为了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今天的主旨：拆除权威，起造新国家。希望社会能够持续记忆这个议题，并且思考未来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伫游行开始进前，李胜雄律师真不满讲，今年228中秋纪念仪式选去高雄举办。台北市政府甲台湾国家人民228下晡会伫台北228公园举行纪念的活动，竟然邀请前总统马英九来参加兼演讲，洪批评讲是请加害者来演讲，对台湾人甲228的家属是真大的侮辱。他还是国民党身份，而且他在言谈之中都是对蒋介石的元凶还大于战役。这个是对台湾人侮辱，所以这声明出去啊，我们这里呼吁台湾国家联盟他们这个星期二会做决定，如果他参加的话，我觉得台湾国家联盟没有存在的必要。李胜雄讲，希望台湾国家人民会当听到反对的声音，向台北市政府发讲，莫邀请马英九，若无就会退出联合办理。嘛希望马英九家己会当知难而退。马英九办公室是证实，确实有收到这个邀请，嘛会去参加。咱若对这个批评，目前是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纪录片《无美录》的主角，嘛是总统府国策顾问黄坤斌伯啊，才到92岁，伫台南后壁的处理过身。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拢伫面册表示哀悼。第一顶帽啊，常常伫咧顺产，这是昆宾伯啊日常的生活。超过90岁啊，也常常使看到伊骑着电动四轮车到田内顺时的情形。眼前的这片田对伊来讲，毋是囡仔，而是尊敬的祖先。这田这60外冬，我做祖先，因为我细汉就阮老爸、阮阿公用这个土地修成该养阮的囡仔。互外界称作昆宾伯啊，黄坤斌致力推广台湾农村的文化。总统蔡英文多摆来拜访，聘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昨日在破病住院，出院了后，长期在床休养。20下晡3点外过身，享受92岁。老弟子已经不在去极乐世界了，那现在庙里要找爸爸的影子，就是要来庙里才会看到他。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秉持着昆宾伯希望地方发展的精神呢，要配合昆宾伯的女儿，好好的来持续做他一生最想要做的这件事。对着昆宾伯的过身，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伫面册发文表示，伊是每一个台湾人心中的乡愁。甲昆宾伯啊互动密切的副总统赖清德更加大顺两个人伫田内底捕田的相片。在2004年拍纪录片《无美录》，昆宾伯啊乐天知命种田的故事，互后壁种了社区真出名。伊的一生经过农业政策的变迁，更加要用真心的感情守着台湾这片的土地。出世是台湾人，爱保守这个台湾。然后后边讲土地起价，要后边起厝，哦，迄是对咱的祖先歹交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讲要伫台中的世平公园设一座新的抗石壁，互囡仔耍，结果煞变做踩一粒大石头咧顶路，即马引起批评。带囡仔去公园处流浪流浪的，大人甲囡仔拢真欢喜。毋过伫咧公园内底一个角啊，放一块像假山的大粒石头。边仔煞无任何说明的牌仔，互人实在是查无即块石头的作用，甚至有民众感觉是要用来提字的。这个看起来就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你看大家都在那里玩，这里有人吗？没有啊，对啊，就觉得改的没有以前好啊，小朋友能够玩的东西变少了。我觉得它只是那种，就是好像一般在公园看到的一个石头上面有刻字那种。台中市西屯区的世平公园加入市府美乐地计划。去年动工改造，除了有出流浪乐酷马，原本还阁规划国内较少看的抗山壁游戏区。毋过改造了后，煞变做无法度使用的石头假山。囡仔看到，敢若会当用手摸。民众至今实在是差伤济。台中市建设局解说，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在地方说明会跟大家讨论的状况下，是有这样的建议，但是呢，后来我们规划的时候是把它做一个意向式的从触摸、从感受那加强其他的游戏地点跟其他的部分。因为市民公园并不大，所以呢，并不适合说大家用那个比较挑战性的。当地居民表示，去年10月底，市府针对西屯区改造6个公园的联合开工典礼，都办伫世平公园。若是市府要变更设计，嘛无应该干那放一粒无作用的大粒石头。建设局表示，会参考地方的建议，也有相关的需求来做调整。未来嘛会伫较大型的公园规划抗山壁的游戏区，互囡仔会当耍了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用歌舞活动来庆祝校庆，无稀罕嘛无稀奇。若伫南投国信乡的中华国小校庆活动是安排热气球的教学体验，嘛互学生囡仔用趣味的方式来学科学原理。大人囡仔做伙咧跳舞，画面看起来真古锥。那一项表演，阁有社区妈妈的舞团，甲学生囡仔组成的非洲国乐团，拢带来精彩表演。这款闹热滚滚的演出，拢是咧庆祝南投县国信乡中华国小51周年校庆。除了这挂歌舞表演以外，中华国小阁安排一项特别阁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热气球的教学体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热气球，然后在这之前我就知道它的原理。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它到底是怎么飞上去的。
在书本上看到，所以它真正的升空的原理，包含它的藤篮、球皮以及它的主要燃料为瓦斯。它的升空的原理最主要是以热浮力升空。有不少家长甲囡仔拢是头一遍看到现场的热气球升空，感觉是真新鲜。会安排这场活动，是因为中华国小今年1月申请要做实验小学，期待透过热气球这款趣味，佮有教人讲解原理的教育活动，互审核会当顺利通过。其实我们长福国小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的关卡，那所以今天校庆升上去的气球上面挂的红布条呢，写着长福国小梦想起飞，代表着我们长福国小的梦想正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我原来伫遮出世一家读册，较早甲即马完全无同，啊，互这个长福国小感觉吼，愈来愈好。其实中华国小的学生敢若27个，但是这场校庆活动所有百多外人来参加，会当看到学校甲社区的感情是互动甲真密。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外埔的石头公园过去是真出名游乐园，旁园真侪当了后来转型做生态休闲农场。即马为着要吸引要结婚的新人来遮翕相，园区甲大甲高中合作，互学生囡仔伫休寒时来践踏公园。新甲土地互平，佮用花草拓印，落尾灌石膏，做出特别的石膏版画。制作过程中，大甲高中美工科的学生是真认真，要利用休寒对校长总监学习美工实作的技巧。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因为学校教的基本上都是只有理论而已，就是比较少会有让我们有实作机会。然后就是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废材，然后下去做。然后像我们那个砖墙都是自己画的。比较困难的话，应该是补土吧，就是它补土是要补一个厚度，才会有那个深浅，就是砖块的深浅。就是你上完阴影之后，再上颜色，你就会看到，就是它砖块就会样子慢慢的浮现出来。过去石头公园是真出名的游乐园，后来趴园，即马除了保留60年代游乐设施，也结合园区户外生态池、落雨场等等的景色，发展休闲农场。为着吸引更较侪人来遮翕相摄影，地主叶石头先生佮找大甲高中美工科的校友苏景霄来做设计总监，要甲室内空间重新改造，互要结婚的新人通来翕相。不是说只有读书啦，或者是说在学校的小小空间里面，让学生知道说现在社会或者是一些时尚流行的东西。利用5天的实习机会，互学生了解安怎利用废材做装置艺术，打造各种互新人翕相的背景甲装塔。顶规的实作经验，毋但会当精进美工能力，因也同齐投入园区活化，为地方创造新商机。这拢是伫课本学袂到的课程。记者综合报道。咱讲食甲老、学甲老，学习是一世人的代志。在南满岛的老人会为着要帮暂时代丰富因老人的生活，安排无同款的课程，甲有回阿公阿嬷学英语。虽讲学起来有淡薄仔吃力，也毋过老师用活泼的教学甲发音，融入当地农特产，嘛增加学英语的趣味。真侪长辈过去可能拢毋捌接触过英文，也是少年时学过，毋过差着袂记得。为着互家己会当对着这个时代，真侪阿公阿嬷也是真认真伫咧学英语。我退休了吼，加入那个麻豆老人会，还有家政班，哈，这次有机会来学习，我感到很好，很有意思，很有成就感，快乐学习，忘记年龄。来到果子园学葡萄柚英文，认真在听老师的发音。家己又搁再练习几摆，上课起来特别认真。他们要来学一个语言，他们真的很热心呐，好像回到他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很热忱呐就是说急着想要来学这个字，要如何发音。要如何说借着我们中文的这个发音来发这个英文单字，来把它记起来。虽然记忆无介好，但是阿公阿嬷专心听老师讲，克服学习的障碍。人讲人生现在才开始，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到几岁，拢会当欢喜学习，丰富人生。伫咧高龄化的社会，是足要紧的人生态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文书工作者邓行军驻守伫屏东牡丹的排湾族高树部落5冬啊，伊发现原住民生活当中传承真侪祖先的智慧，嘛用到侪实物，为着要互这实物应用基价，甲保存传统文化，伊嘛甲公所合作出一本册，记录原住民祖先的生活智慧。 他们是同一种植物吗？不同植物啊，可是它的那个拼法就是完全一样。杜行军当咧向部落青年解说纸里写的食物以及应用基价，亲像排湾族传统食食鸡仔脯，有人讲是原住民肉粽，都要用几哪种叶仔来剥。杜行军唔那详细记载食物，连应用基价、生活智慧、告诉部落的传统文化，拢可以一字一字斟酌下来。透过我的记录拍摄，这些变成了书，或者是以后就是变成影片什么的。 以后的孩子就可以学到这些工艺的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的生活作息全部都是跟大自然息息相关。杜行军在牡丹的高树部落已经驻守5冬，关注原住民文化，传承地方社区经营，伊系正大的心神，保存高树部落文化，希望这个记录会当继续的生活运用。过去很多祖先很珍贵的，他们在生活里面的智慧，现在透过书，透过 罗马拼音的方式，能够把一代一代的那个智慧经验，能够把它记录，把它传承下来，可以让我们的文化更丰富。杜行军出过2本册记录，即卖伊阁写好第3本册，而且甲公所合作出版，免费送予高树部落乡亲，希望吸引众人同齐注心保存、传承原住民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 今年1月初，家己布地的蓝麦地有发现9只乌面大杯中毒，不过敢若有救回来2只，昨这2只顺利野放。保育团体是指出讲，乌面大杯恐惊是因为生炭地求水食物欠缺，才会去食到死鱼中毒。放出来的2只乌面大杯看起来真有精神，准备要来放线。这是今年2月初，伫布地盐田蓝麦地发现中毒其中2只乌面大杯。 虽然经过治疗已经恢复健康，不过另外7只救袂回来，已经死亡。那可能就是误食到的这些所谓的死鱼或产生的这个肉毒杆菌。保育团体表示，即摆中毒的乌面lap杯，互人发现的时阵，体格看起来拢真瘦，这是无正常的情况。乌面lap杯应该爱食足侪食物，才有体力佮飞转去，无应该是这种体格。 这个地方的湿地，它有160几公顷，已经被盖太阳能光电，那等于说它的栖地已经缩小100多公顷。那不只是栖地缩小，这已经消失的100多公顷的湿地，它相对的它的食物也减少了非常多。乌面lap杯感染病毒，较接是因为食到死去的鱼仔。保育团体表示。 今年观察乌面lap杯伫布地盐田蓝麦地上侪数量有827只，如果食物真是无够，嘛无怪发生这种问题。是希望说我们的养猪大家一起共同来爱护这个黑面琵鹭哈。如果你鱼池里面大概有这个病死鱼的话，尽是把它捞除后才能避免这个黑面琵鹭的一个误食。县政府表示，乌面lap杯中毒也是上散的情况，甲产地缩小是毋是有直接的关系？这需要时间来调查。 会继续配合保育团体来记录相关的资料，保护者特当飞来台湾的乌面lap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春天到位啊！即阵咱台湾的樱花是开甲水当当，因为无法度出国，所以真侪景点伫休困时啊，拢出现人丁。亲像伫新竹5峰的农场，樱花是开甲规山坪，游客加三成。另外，伫新竹市区的公园，有种超过800丛的樱花。来看花的民众就学到讲，台湾遮尔水，无输日本。一丛一丛粉红色的樱花树开甲满山坪，放眼看过去，袂输去到日本海拔1200公尺新竹5峰山顶农场，有3种无共品种的樱花。今年樱花长开，游客甲过去相比，加了真侪。很漂亮啊，好像近几年来最多的一次吧。对，那每一棵都开得满满的。 就真的很漂亮。其实从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明显的人潮增加非常多。那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国内旅客不能出国，所以往国内的一些樱花景点来跑是蛮明显的啦。除了山顶有樱花通看，无想要走伤远的民众，嘛会使考虑新竹市区内的新竹公园，规片的樱花树，
目前已经开卖9成，边仔有日本式的建筑物，是这站新竹民众较食行大的景点。很漂亮，很浪漫，都粉红色的。今年的花况特别好，可能是因为今年有寒流的关系，所以樱花特别盛开。目前是观赏樱花好时机，民众除了把握花期，防疫措施嘛就要积极彻底，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鲜界来看新竹嘛有一间水牛学校，课程是真新式，带都市囡仔落田去摸水牛来体验农产的文化。来摸，来摸牛角。头一摆我伫水牛面头前，亲手去扫牛角，虽然讲看起来有淡薄仔惊惊，毋过这囡仔每一个拢喙笑目笑。爬来牛的脚趾柄顶悬徛一日，这么特别的体验，囡仔拢感觉真神奇。牛的尾巴打到头的话，恭喜你会长智慧，这样。我刚刚也被打了。打到头吗？哎，恭喜你会长智慧。对。新竹这间水牛学校，囡仔在遮甲水牛我近接触，可会使体验过去的农村生活，大人拢对上课内容印象真深。大都市就是点瓦斯就可以煮饭，但是这还要先锯木头，然后还要干嘛？就是自己用。以前还蛮辛苦的。可以透过学校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大朋友小朋友来认识牛的文化，而不是再只是一个重量的概念。所以说，等于说帮牛能够发声，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以前的文化是多棒这样。透过亲身体验课程，囡仔实际参与农村生活，感受平常时在都市内底无法度体会的经验，实际了解做田人的辛苦。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台语文刊榜昨天是世界母语节，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邀请家教托剧团搬小粉丝，想要有一间厝，让囡仔人哪听故事，哪思考环境的问题。洪泰为倒位来，大家知影无？为下骹才过来，听真足看，洪泰要来啊！用假声的故事讲出人甲自然的关系，囡仔若学台语，透过故事嘛对生命有无共的体会。希望透过这个短的囡仔剧吼，讲扣想的这个小温书要有一间厝这个故事，甲这个人甲自然的关系，这款呢，吼大家来重新来看咱家己甲环境应该是安怎的互动。讲母语长时行，即阵愈来愈侪台语家庭的家长选择用全台语和囡仔沟通，希望因自细汉建立母语的基础。就侪母语家庭会做支持的，阮是做感动，因为头开始的时阵讲故事，讲一组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尔，豆豆啊的慢慢豆豆啊变济。台语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感觉我甲囡仔讲母语是。为着要传承，希望伊后摆大汉会记哩阿母甲伊讲的语言。母语传承是代代相传，即阵各界嘛开始重视。除了家庭、社区、学校以外，母语的保存也是国家责任。文化部伊是国家语言发展法主管机关，应该爱照这个语法法内面所讲的，爱有国家语言的专责的机构，也就是讲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这其中一项。李光桥基金会陈峰辉执行长也讲，即阵有客家委员会、原住民委员会，但是也无和台语相关的专职单位。嘛，期望民间甲政府会使做伙推动，让台湾在地的本土语言拢会当受到保障。记者杨淑晴、张玉水台北报道。虽然即阵无法度出国佚佗，也毋过对未来交通工具的研发，亲像是空中客停车，也是继续在进行。英国就有创新企业上准这个商机，提出都会区小型无人机专用机场设计想法。那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嘛认为讲，敢若伫美国尔这款设施的商机就会达到5000亿美金。这个画面就是业者制作用来水平无人机专用的机场，为建设到操作的过程。虽然讲是无人机专用，不过事实上后壁民间常常看到的小型直升机，伫安尼平台起降也拢无问题。It's the world's smallest airport. We've worked on the world's largest, and it integrates a very generous takeoff and landing platform, which is 14 meters diameter, which is
bigger than a helipad, so that means it can accommodate a helicopter, it can accommodate multiple different types of eVTOL, and also it can act as a drone port. 伫社区内找到适当的空地啊，就引起安尼多功能平台业者甚至计划未来用伫码头边，或者是大楼厝顶起，互无人机伫都会用强化连接，达到上大的效果。不过这计划目前还在试验，规个体系运作，还佫等三管下甲地方社区互相磨合，找出上下经济效益，个人协助社区发展的模式。第二选定的地点伫英格兰中部心脏地带的Coventry。Coventry is a city centre location, so it's a real urban location, and it's well connected by road, pedestrian connectivity, but also rail. So it really will demonstrate how urban air mobility, supported by urban air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be another complementary layer of mobility to our existing cities. 考文垂都市发展应对溯甲罗马帝国时代，不止充满人文气息，也是英国的工业重镇。汽车、航太、电子这个产业拢伫遮，也有以理工科有名的考文垂大学，也是发展无人机基础设施真好的朋友。业者指出，这用直直起降无人机拢以电力摩达驱动，伫飞行甲板下边的设施用做电动汽机车充电的场所，甚至伫必要的时阵，地方政府应用这设施做救灾防灾前进指挥所，各用大量无人机去市区每一个所在勘察灾情，或者是运送救灾物资。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糖尿尿说有人看了会惊，也毋过糖有丰富的蛋白质，有真侪国家拢在食糖。其中面包糖最近就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安全评估，会当合法使用，会使缩大体积，也是用做辅加伫食物内底。用面包糖来煮食，伫咧亚洲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伫咧南韩，有人甲规只牵锁的面包糖囤入去巧克力豆的饼内底。伫咧香港，嘛有人用面包糖来炒青菜。啊，若是欧洲食品管理局最近批准面包糖是新式的食食，会当合法加伫咧食品内底。In this specific safety evaluation for the yellow mealworm, we saw that the proposed uses include the inclusion of this novel food as ingredient for making biscuits, pasta, some legume-based dishes, some energy bars. 评估人员讲，面包糖来做食材应用范围真宽，对人造肉、烟尘、菜糕饼也是饮料，都有人提案申请添加。啊，若是伫咧2年前，荷兰、比利时甲德国都已经先推出糖的胖狗肉。虽然有人认为讲食糖真太高，啊，毋过为着降低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啊，佮应付食食无够的危机，糖目前已经成做蛋白质重要的代替来源。以牵锁的面包糖来举例，伊的蛋白质含量超是64至69%，差不多甲鱼肉同款。真侪年一直有专家来推动用糖来做食材。Insects have a huge potential for both feed and food. We're already seeing developments in terms of using insects as animal feed, and also being incorporated onto menus and into processed foods. 面包糖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了后，干那需要佮经过执委会的核准，才当正式加做安全的新式食物。未来商局嘛小连续评估豆饼仔佮草莓仔来做食材安全风险。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今日的各地台温度，北部温度上加13度，上悬27度；中部温度上加13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5度。华东的温度是14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众亲顺心，咱再会。